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俄乌战争，北约的成员国波兰境内嘛去互飞弹击着，北约伫昨昏赶紧调开紧急会议，初步即马调查认为这2粒飞弹应该是乌克兰为着要炸俄罗斯的攻击无丢钱射入去波兰的。这个结果嘛，互国际社会资本就是战争会扩大的烦恼暂时疏解。一粒落伫咧波兰境内飞弹，本来被认为是来自俄罗斯的攻击，顶有直接威胁有30个会员国的北约。北约波兰则来讲，飞弹可能是来自乌克兰，迄当阵正伫咧炸俄罗斯的攻击。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全面扩大担心已经消透。Była to rzeczywiście rakieta prawdopodobnie S-300 produkcji wyprodukowana w Związku Radzieckim jeszcze, więc stara rakieta. No i nie ma dowodów na to, żeby została ona wystrzelona przez stronę rosyjską. 这是俄战争第一遍炮到西方人民的领土，也佫造成会员国波兰有人死亡，当地村民拢正担心。北约16个紧急会议认为代志是俄羅斯引起的。This is not Ukraine's fault. Russia bea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as it continues its illegal war against Ukraine. 俄羅斯15對烏克蘭射了幾60粒飛彈攻擊，目標是烏克蘭的能源系統。基輔當局講，這是戰爭以來上嚴重嘅攻擊行動，並且用防空系統抵抗。Залужно, я не сумніваюся 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а не наша ракета або не наш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澤連斯基講飛彈唔是因的，也毋過無提出證據，並且講烏克蘭有權力親自到波蘭比賽現場看。俄羅斯的國防部講，根據波蘭公布的現場相片，對飛彈的全體化，飛彈是烏克蘭的。И на удалении не ближе 35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украинско-польской границы. 路透社報道，莫斯科伫咧烏東甲烏南的戰況不如預期，所以就用國家長程的飛彈攻擊。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無認為烏克蘭伫咧短期內有法度摕到直接的勝利。雖然俄羅斯受到挫折，也毋過伫咧烏克蘭境內依然有強大戰鬥力。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 G20 峰会昨昏宣告，成员国的领袖有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蘭，要求俄羅斯愛無條件撤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伫這個外交大舞台，繼續嘛和9個國家的頭人見面，原本嘛要甲英國首相蘇納克見面，不過尾也是臨時取消。另外，習近平嘛罕見翕到講伊變面，伊咧罵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罵對方講無應該甲兩個人見面講的內容講互媒體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甲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伫咧G20峰會了開講，習近平先是對杜魯道講無適合，口氣無啥歡喜。而且我們也不是那樣進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conducted. 如果有誠心，咱們就用一個互相尊重的態度來進行很好的溝通。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to 創造條件。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習近平的不滿可能是因為加拿大媒體報道，杜魯道對有中國進行間諜活動加干預加拿大的選舉，向習近平表示嚴重的關心所造成。習近平選擇伫咧G20峰會作為合作外交的大舞台，包括拜習會在內，兩江總共會見9國的領袖，顯示各國領袖攏想要了解伊的想法，抑個中國未來的政策。但是英國首相蘇納克本來16要甲習近平見面，卻臨時取消。中國外交部只跟他講無相關信息會當提供。我想強調的是，中方致力於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推動中英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英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英國首相辦公室是發聲明講，蘇納克計劃要推動倫敦甲北京之間建立坦誠而且有建設性的關係，也毋過中國構成體制性的挑戰，而且是長期的挑戰。也閣講到北京的專制領導階層想要改變國際秩序。
这届 G20 峰会昨日结束，成员国家领袖伫即天发布一份17页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虽然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有无同的观点，不过大部分的成员国家拢强烈的谴责，并且提出制裁，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而且会后各国领袖并无做阵协商，原因是真侪领导人无愿意甲俄罗斯代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做阵协商。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那刷落来 ，APEC 领袖峰会明仔就要起稿啊！咱台湾的代表张忠谋按算伫今日下暗会到泰国的曼谷。不过张忠谋所在的饭店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伫遐发表演讲的饭店。咱的官员是表示讲，大选进程事先拢会经过安排，袂去强碰，嘛袂影响行程。详细检查来访的车辆，经历维安一点仔都无凊彩。APEC 峰会18举行，曼谷四界看到维安警力，除了每一个路口有交通管制，21个领袖代表所在的饭店检查更较严。进入雅典娜酒店，爱一关一关检查。这间饭店内大，那有台湾代表张忠谋，也有越南总理，国家 APEC 企业峰会也直接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一定来这发表演讲，时间刚才差半点钟。代表处对我们妥善的安排。了解。双方的这两岸的官员嘛，有没有一些互动的计划？是一个正常的来往啦。好。来不及。张忠谋台湾时间17下晡5点半会到泰国，交界是烦恼中国敢会变一寡出头。不过，咱方官员是讲，未有习近平、张忠谋小家的情形，唔免烦恼影响行程。不过，这届双方敢会有对谈，也真受大家关心。17商部长会议先举行，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国开会主委景明鑫代表出席。这6天，然后想要说结合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向全世界展示，是对我们其实不单只是我们公司，其实真的是整个泰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机会。这届 APEC 泰国的主题是开放、连结、平衡。会场内一旦看到环保、绿能电动车厂商，泰国希望疫情了后的开放，国家 APEC 的举办，会当为泰国的观光和经济更加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伫昨下晡3点外，台中的港务警察总队有接到报案，讲伫台中港第32号码头货柜场内底的一卡空货柜内底发现一个遗体，是一个女性。警方随封锁现场，初步即马是认定讲，这个女性是美国康纳斯州的民众。那这卡货柜是10月底时对美国洛杉矶出发，再回来到咱台湾，伫昨下晡2点外驶到台中港，落货了后才发现遗体，详细原因也在调查。其他消息继续关心昨暗6点多，新北市中和有一栋大楼发生有人去找冤仇人、杀人的案件。这是23岁姓杨的嫌犯不满24岁姓温的查甫人，伫抖音顶头指控伊欠钱唔还，再找朋友去甲转，一见面就随扑了。加在的伤势是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即马当地抓选去的嫌犯。一个姓温的查甫人，因为伫咧抖音放一段指控对方买害钱这无结婚的影片，要互对方台。影片内面的主角23岁姓杨的嫌犯真不满，16暗24月多带3个朋友走去中国一栋大楼，先甲姓温的查甫人的查某朋友领起来，伫咧遐等温姓查甫人转来就硬倒扑。就看到一个人下来吧，他搞到被砍了，以后就跑到楼下来求救，应该没有很严重了，只是说这样砍得很吓人这样。24岁姓温的查甫人身躯顶真侪刀伤，姓杨的嫌犯因为倒互温姓查甫人抢去了，转头论断要互对方扑倒，好佳在2个人意识拢真清楚，上便治疗，其他3个人看办事唔对，拢选。哦，那我知道，我是看到有个人坐在边边，然后警察跟救护车在看那个，就并没有把他抬上去啊。警方讲，除了等2个人伤势较稳定、问案情，也已经扩大追查在逃的3个嫌犯，详细追查规件代志的头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温度会回升，中南部的高温有31度。那今仔日的水气是比昨昏较少淡薄啊。好天会一直到拜6，礼拜日的时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所以北部甲东北部天气才会阁转凉。咱同齐来看温度。
今仔日各地早暗的气温大约是20度至23度，有淡薄仔凉。北部、东半部日时的高温会回升，有27度至28度。中南部温度搁较悬，高温有31度。若今仔日水汽是比昨昏也搁较少。这方面呢，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落地渐好尔。若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礼拜开始，东北季风才会增强，后礼拜搁有南边云系会徙上北，所以北部、东北部后礼拜天气拢会转凉，嘛会落雨。另外西半部早暗是到大蒙，早起的时彰化和基隆能见度无到200公尺。这几天南部的空气品质嘛无啥好，拢是感觉是个提醒。这所在当地乡亲拢爱细致。来关心疫情已经渐渐稳定啊。指挥官王必胜伫昨昏时表示，年底活动真济，所以第一阶段伫户外会当唔免挂喙暗这个规定，上紧伫这个月底会开始实施。若政府要约500万吨高端预防车，已经用掉340万吨，还佫剩160万吨，到期的时就会全部废掉。新冠本土病例继续涨号，16拜三是增加22631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三同期是降8.7%。中重症有138个，死亡69个，年岁拢伫50岁以上，有慢性病史。疫情稳定在降，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讲，喙暗令要防范要加谨慎。第一阶段户外免挂喙暗，上紧11月底上路。我们年底的活动真的是比较多哈，那这种大型的活动也蛮多，跨年啦、圣诞节了哈，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口罩政策都一直的非常的谨慎了哈，那就一再的在讨论。我想最快应该是11月底吧。新冠肺炎来到后疫情时代，但是抗药性的危机才拄要开始。美国 CDC 今年6月是发布报告指出讲，新冠肺炎重症的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提悬，和抗药性细菌比例增加。咱国疾管署的感情嘛发现讲，交互病房的细菌抗药性比例大增加到9成。医师警告，若继续安尼到2050，台湾每5个人都有1个人因为抗药性细菌感染死亡。很多新冠肺炎到最后可能都是因为用了很多的抗生素，或者是身上有一些侵入性的装置管路在，所以他得到抗药性的机会很多。大部分会死亡的，会医治不了的，很多可能都是抗药性细菌，而不是病毒本身啦。针对这指挥中心强调，会强化每一个病院的感染管控机制，和抗生素合理使用。民众嘛要破除迷思，莫主动讨要开抗生素，嘛莫凊彩家己买抗生素，莫食别人的抗生素，嘛莫凊彩甲药啊停落来。另外，政府买500万剂高端疫苗，已经用340万剂，还有160万剂16号就要到期。指挥中心袂阁延后期会全部销毁。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气候变迁造成海平面压悬，咱台湾伫太平洋友邦图瓦卢有天气的危机。图瓦卢的外交部长伫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大会顶头时表示，图瓦卢爱找出生存的替代方案，所以打算计划建立所谓版的国家，要确保因岛国内的岛屿地漂，也是伫原宇宙建立一个所谓化的国家。继续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打算伫今仔日会通过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之2的草案，针对国际上的半导体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咱国内的企业若是下条件者，政府就会提供研发费用会当来拄营收税25%，若设备投资的费用嘛会当减税减5%优惠，每年会开始实施。继续关心联合报。少子化影响高教招募学生，所以未少大学即马最近这几档拢是透过特殊选材提早咧抢学生。私立学校即马嘛加入特殊选材，有私立学校传播高系就加入选的条件，加入网络作品的受欢迎的程度，就是亲像讲准讲报考的考生要拍影片放伫网站，超过1000人订阅，也是超过5000人点来看，安尼就会当入选。来关心国民党的中常会，昨昏是刷到家己去举办，支持家己管市的候选人王玉敏甲黄敏惠。另外，民进党发动催票，推出回乡投票影片，呼吁民众爱登去投票，而且嘛爱邮票，甲乌金派系甲地方的政治全部拢结束。王敏惠上上，王玉敏上上。
选前剩10天，国民党中常会刷到嘉义去举行，替争取连任的嘉义市长黄敏惠和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来辅选，发出敏敏连线嘉义实现这口号，希望省长议员村里长当洪不让。这位阿敏啊，要学咱的这位阿敏啊吼，来以后若要做嘉义县县长嘛是同款，大家讲对不对？12月18号，我们才是全部的胜利成功之夜哈，所以绝对不能松懈。而无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兆聪进正式过身，中选会依法甲投票日延到12月18。黄敏惠讲，投票率应该降低，呼吁大家集中力量选现任的人。王玉敏是讲，家己是黑米对抗海翁，若当选会拼出嘉义县的竞争力。为台湾挺身而出，1126，回家投票。永定9合一选举，民进党是启动为台湾出来的催票行动计划，蔡英文总统爱大家登去家乡投票选对的人，才会当结束乌金地方派系。回家投票就是不愿意让黑金势力继续阻碍地方建设的发展。这一次，不只是在苗栗，在宜兰，在南投，在许多县市，我们都看到地方乡亲渴望改变的气氛是越来越浓厚。民进党嘛发布登去家乡投票的催票影片，邀请苗栗县长候选人市定晶的查某囝梦到正红的马道李为做影片的主角。李伟讲，这摆选举爱推翻正害的政权含人，唔免老火，只要买一张车票转来。民进党嘛预告选前上尾1礼拜专大的造势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昨下晡是举办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民众党高虹安和国民党的林敬仁是一直咧拍新竹棒球场的争议和市政府的问题。那民进党的沈慧虹是强调要继续公勇敢，伊嘛无稳准为着选举就来伤害新竹市政府的拍拼。新的市长选战进入激烈阶段，那立碑的论战也是上受人注意。翕相时阵，各人比代表会手势了后，公办电视政见会举行。民众党的高虹安加国民党的林敬仁对新竹市棒球场的争议一直攻击。而这些事情口口声声说市政府团队要赶快来改善，可是改善到现在都快要4个月了，可是呢，到现在还是被发现有外墙裂开的问题。隔了那么多个月，还在施工。面对公共工程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也会秉持面对错误，而且修正到好。除了新竹市棒球场，包括旧城区的发展，也甲解决新竹的塞车问题。另外，也有新竹县市合并这议题，各方攻防激烈。高虹安甲林敬仁批评新竹市发展正慢，沈慧虹原来做出回应。林智坚与沈慧虹在7年多来，长期忽视了当地的居民还有摊商的一个结果。林智坚市长不敢面对议会，不敢面对选民，不敢面对问题。其实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伤害。努力做事，还要面对不实指控。高虹安最近因为造立会争议，高虹安也向选民表达心声。没有想到面临到了就是铺天盖地的很多的抹黑造谣，还有许多的网络上的霸凌攻击。其实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们还是以未来谈这个政策主轴、建设新竹为本。政见的内容究竟实质如何？只要在这边生活的居民也会有一定的定见。讲到互人议论的代志，林敬仁甲沈慧虹无愿意加做评论，希望将政见发表会放伫市政的议题。个人对城市的愿景拢有表达，不过火药味也是正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其中的选举，即马已经渐渐明朗。共和党伫众议院已经摕到217席，只差1席就会变做多数。所以即马资深的众议员麦卡锡嘛，方推出来要去选议长的选举。另外，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15嘛已经宣布，伊要拼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其中大选了后，新考的议员15照传统，伫国会大楼头前的楼梯，徛几排做伙翕相。目前众议院开票也未完全结束，不过共和党已经摕到217席，敢若差1席就会当加做多数党，是真有赢面。未来参众两院的主控权，真有可能是民主甲共和党两党各占一名。共和党员15嘛以无欠名的方式投票，选出加州资深的众议员麦卡锡，加做共和党众议院的领袖。只要摕到众院多数的席次，麦卡锡就有可能伫明年1月初3议长的选举选调，
取代过去4年议长佩洛西，加做美国政坛敢若排伫正副总统后壁的第3号人物。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era of one-party Democrat rule in Washington is over. Washington now has a check and balance.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say in their government. 众议院若由共和党来主导，就会当决定倒一寡议案交付表决，搁较有法度影响或者是阻挡拜登甲民主党的政策规划。麦卡锡竞选的时阵嘛，几啊届讲，别人甲众议夺倒转来，就要对拜登政府甲伊的家庭成员发动调查，也有包括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新冠疫情的源头，也有拜登因爸仔正常的关系，拢包括在内。In order to make America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 I am tonight announcing my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前总统川普15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鸥庄园正式宣布要竞争后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然伊的马将也是真死忠，不过这届其中的选举证明伊的影响力已经无像英过啊，毋但无法度带动红潮，甚至真做负面的影响。共和党共主的地位嘛袂知啊，大家连任的副州州长德桑提斯，甲维州州长杨金等人，拢去互传统保守派看作是更较好的选择。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镜头来中国即马的防疫规定、防疫政策也是坚持要清零，所以即马若是，毋过因当地病例数是一直增加，所以即马若是有出现病例有疫情的所在，就要封锁。广州15个市场民众不满全行上街头抗议，所以中国官方即马嘛有公布上新的防疫规定，有小可放令，甲7天的集中隔离、3天的居家检测，即马调整做5天的集中隔离，加上3天的居家隔离就好。群众连续3周战乱，原来向前，原来救命，情防护伞人员无法度去阻挡。中国新一波疫情以广州规模上大，估计增加确诊超过5000例。大家努力后，局部封锁可能佫扩大，对当局追求清零目标感觉真野心，也无想要佫承受。相关之比如暴动伫微博已经被删除，当局对这情形无回应。中国当局用极端手段防疫，为反抗情形引发出大家愈来愈无法度忍受，也激化社会矛盾。比如伫运输方面，就发现部分的所在限制关交通物流基础设施、阻断交通、甲凊彩限制货车通行等过度管控问题，坚决纠正层层加码、一刀切行为。国务院11发布优化防控工作20条措施，比如7日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检测，调整做7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关了3年了，也不可能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也不太现实，所以有好多人还有抱着很多的顾虑，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慢慢来。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强调，为适应疫情变化甲病毒继续变异的情形，新的20条措施目标更加明确，更较具科学性。这显示当局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佮调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那澳洲的东部即马当地做大水，新南威尔斯州有几哪个城镇拢淹伫水底，这已经是澳洲伫今年第4届做大水。专家是表示，因为反圣婴现象，即马当地咧拼大雨，若即款情形恐怕要等到明年的2月也是3月才开休。对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出新南威尔斯中西部的城镇，规拢做大水，有的厝是因甲连厝顶拢看无。对学校甲加油站拢同款。澳洲东部开始做大水，部分的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是创8年来上悬的纪录，予雨水泛滥，水库的水是一直起来，救援人员是无闲甲要保命，出动直升机含船救人。Over the last 24 hours, we've had over 900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here have been 222 flood rescues. There's obviously concerns for our communities in Yagara and Forbes. 这已经是澳洲东部今年第4摆做大水，其中上严重的福布斯店伫拜日下晡淹水是要几公尺，当局嘛较紧下令，爱当地居民较紧退离。It's devastating for the Forbes community t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is once again, and particularl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Many of those residen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as yet from the flooding 2 weeks ago, and are now facing a situation where their home is likely to be inundated again.
虽然目前部分的地区已经暂时变好天，居民是无用得穿厝内饮气的物件，但是危机还未结束。气象预报表示讲，这波降雨会继续到礼拜。专家指出讲，澳洲连续3年拢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边仔的海域是伤温暖，造成大量的雨，才会一直出现水灾。按算11月是降雨的关风，爱到明年2月、3月才会恢复。新南威尔斯当局唔敢大意，除了请中央是加派人力协助救灾，嘛请美国和新加坡斗相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那即阵全世界的全球人口已经超过80亿，联合国嘛估计讲，伫15年内会增加到90亿。总人口增加，那全世界65岁以上聚会人口嘛有增加。今年是已经达到7亿8300万人，可能到2030年的时会增加到10亿人。人口增加加上人口老化，这拢是全世界爱面对的问题。为纽约到墨西哥市遐是明美的新德里，大都会人口伤过侪问题，无先进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的界线。联合国的估算显示，全球总人口伫11月中超过80亿个关卡，按算伫15年之内可能超过90亿。The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wo parallel trends. On one h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average human longevity due to the widespread advances i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personal hygiene, and medici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istence of high levels of fertility in many countries. 医疗甲营养进步造成死亡率下降，除了互总人口增加，也互65岁甲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提悬。联合国估算，目前的数字是7亿8300万人，到2030年高龄人口会超过10亿，过过10年，也就是2040年，超过65岁人口就会到14亿，相当目前印度的总人口。As doctors, we are very happy that healthier babies are being born, but yes. In the futu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कि how much can the earth or the nature can sustain. That is very important. 不止总人口增加会加重环境的负担，高龄人口比例提悬，无论是先进国家也是开发中国家，健保这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张会无法度避免，这拢是未来全球爱面对的人口问题。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的 NASA 探月火箭阿提米斯1号，进前因为技术也是天气的原因取消发射，即马是伫非洲的甘乃迪太空中心顺利升空。这项计划互看做是美国要重新登去月球的头一步。那这架太空船按算12月11日会登来地球。来关心韩国首尔梨泰院10月底因为万圣节活动发生事故，造成158个人死亡，196个人轻重伤。首尔的市长去议会备询的时有坦白讲，真正是无想到人会这么多，嘛有承认市政府甲警方拢无大成做好准备。来关心土耳其的高等刑事法院有宣判，伊斯兰教电视传道家欧克塔，伊被判8658年的有期徒刑。伊的罪名包括性侵害，也有限制别人的行动自由。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国内咧做 LED 的新世纪光电，对昨昏开始全面停工，嘛甲所有员工洗头路，因为公司宣告破产。这间公司是表示，最近这10档受中国的红色共享电饼属的竞争，公司一直了钱。若受大环境影响的，佫毋若这间公司。劳动部嘛有公布上新或无薪假的公司含人数量拢比顶礼拜也佫较侪。香港接到公司要收起来通知，合作的厂商10楼透早去厂区，希望会当找到记者的人员。我们有一些设备跟资产在里面，对，然后要过来看看，因为他们昨天联系的窗口也被之前了，所以来看一下后面能够找谁来处理负责。有20年历史 LED 厂新世纪光电。主要研发甲制作 LED 发光二极体、水晶片、甲晶粒仔。不过最近10年来受到中国红色供应链下架饼介绍竞争的冲击，饲了一个真正力。
董事会15决议，为16开始，公司规个收起来，而且把所有员工辞掉，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股市下市的时候，就差不多大概就会知道了，没办法找工作吧。他现在好像是银行接管了，银行接管看是不是会当保障我们债权人的权利安尼尔。员工甲合作的厂商虽然是加一条，不过煞是无意外。新世纪早起叫员工倒来开资遣说明会，拢总甲238个员工辞掉。南科管理局甲台南市劳工局有介入做协调，保障劳工的权益。目前有238个员工会全员资遣，那我们会辅导他去请领失业的津贴。也会帮他做一些职业的训练。那如果有要马上就职的，我们会做一个就业的媒合。受到大环境影响的，不是新世纪。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到10月为止，实施无薪假的企业拢总有2567间，实施的人数是16850个人，拢比顶礼拜较济。其中以支援服务业、制造业、甲大微小微业3种的人数上济。根据劳动部的分析，制造业的人数大大咧增加，是受到订单减少的影响。若支援服务、甲大微小微等等类似的产业，按算的实施到年底，明年应该有机会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物价直直起，钱阁变薄，客运车即马嘛化工想要起价。800支柜内客运车的工会是认为讲，油的成本直直起，加上疫情过后，坐车的人嘛拢变少。即马客运车的跳表起跳是7年来拢无改变，拢是对70块开始跳。因即马建议爱对100块开始跳。那当地地方政府是表示，最近就安排时间来审议。台班的计程车伫上山机场外口咧等旅客，本来到机抓到位的时间，加减有人会坐车。不过阮讲讲疫情了后航班较少，一般路人载人客是搁较少。逐工出门空车的时间是比演过搁较长啊。一天跑1000多块而已啊。一天跑1000多块。油钱扣掉呢，吃饭扣掉呢，剩几百块啊。每一样都算吼，餐厅啥拢去，对啊，咱这哪可能？根据交通部的调查，去年计程车平均的收入，营业额每个月虽然有甲4万外，不过油钱、停车费等等的成本扣掉了后，利润敢若剩21996，比基本工资搁较低。800支几个计程车的工会表示，物价直直起，运将各项的成本嘛拢有增加，所以工会拢提出起价的建议。经过协调整合了后，建议汽车的价数为70块起到100块。泰车或者是当红灯跳表的单位，为80秒调整做60秒。另外，增加风台甲落大雨的时阵，加收50块的新规定。相关的方案已经提报去台北市政府。调涨会不会更降低你可能会搭的意愿？应该会，就是越来越高这样。都很久没有涨了嘛，这样可以了。OK 啦。之前我们就是在洽询，就是其他2市的公工会的一个提案的内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经过确认，是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后续我们现在正在安排召开整个计程车运价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就是时间跟期程。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拟定一届调整计程车价数已经7年啊，时空环境甲物价拢有变化，确实有需要讨论。审议委员会会由交通部、台北市府甲各工会，还佫有消基会等等的代表做伙来参与。不过，将基本审议的结果，无一定是工会版本。若是通过要调整价数，会有3个月宣导期。若800支7万外架计程车的表要改，上紧嘛要明年才会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坐公车互车门去夹着伤，因为拢是处罚业者。也毋过最近交通部已经修法，市区的公车司机准讲防认定讲冒过失嘛会罚款，上当会罚吊扣驾照6个月。一个查某囡仔趴伫涂骹，差一点去后壁的车搞过，因老母赶紧甲救起来。原来公车的运将无等甲乘客完全落车，都甲车门关起来。这种的事件不时都伫发生。今麦交通部嘛明定公车的运将相关的罚则。很多司机有的是赶时间还是什么哈，那都不顾人家的事。我赞同因为我妈常常坐公车的时候，因为公司司机太粗鲁，所以她在公车上跌倒。我觉得吊扣有一点太严重了，但是还蛮希望司机可以就是重视这部分。因为若发生市区的公车，就去把车门关起来，若甲人夹到或者是致使乘客跋倒，会以公路法甲业者罚9000块至9万块的罚款，不过并无罚运将。今麦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只要认定是因为运将的疏忽害乘客受伤，就会记违规3点，或者是吊扣驾照3个月至6个月。
这个惩处实在是重了一些。譬如有时候，公车已经起步了，或车门已经关闭了，那乘客他还硬要上车，那像这种状况，公车驾驶员难道他就是全责吗？从摄影机来看，到底是谁的疏忽当然是要认定是驾驶的疏忽了哈。修法加重罚则18就要实施，有客运的业者认为讲罚了伤重，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这稳健的生活，建议以教育训练来取代裁罚。不过交通部强调讲，乘客上车甲落车的安全稳健有必要爱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通远的防疫客运车配合市政府接送确诊者，即马是逼出讲市府已经拖10个月啊，这条效果还未结。交通局是表示讲，年初甲单因为疫情大爆发，派车单有要甲10万抓，按算伫年底进前会赶紧甲钱全部拢拨出去。每一位客人下车之后呢，跟客人接触的地方，然后静置30分钟。喷酒精消毒车内，为了载后一个人客做准备，即马国门解封，通机场差不多敢若剩14%至15%的入境旅客会选择坐计程车。排班计程车司机也是坚守国门的防疫工作。不过，即马煞传出防疫计程车驾驶，伫年初疫情发生期间，配合着市政府接送确诊者，煞互人积欠车资9个月至10个月。我们有代垫车资款，那个部分大概是今年1月的时候到现在。你自己本身是被欠多少？2-3万块有。疫情刚好在爆发的时候，北部地区的检疫所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帮他就送到南部那边去。垃圾的车资的部分，我们有代垫。通市交通局表示，市政府甲机场以及市区计程车合作防疫接送确诊者，提供3种补助，包括疫苗注射计程车、防疫计程车补偿金3500，这拢正常付钱。积欠较济是由计程车司机代付民众，因为配合防疫所坐防疫计程车产生的交通费用。代垫车资的部分呢？我们会逐笔的去做核对，因为他需要去确认他是不是有符合一些相关的请领的资格。交通局表示，派车收据有将近10万笔，需要用真济人力来核对。目前已经拨付110万，初步估计也需要支付1041万，也已经加派人力加速作业，一定会当伫年底前把款项全部付予司机。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有一个司机员洪标讲，今年中的时验尿的时验出有毒品的反应，2礼拜后搁验无问题，所以台铁嘛是先甲伊调离开司机员的工课。验过即马是互卫生机讲，2届检验的时间浪伤久，而且台铁固定的检验嘛伤少，拢爱检讨。台铁一个姓陈的司机员6月中做例行性验尿的检查，验出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随即互停职。而且伫2礼拜后，搁一届做检验，结果是阴性。立卫机讲验出有问题了后，2礼拜才做复检，时间拖了伤久。台铁嘛承认讲是无共款的检体，为了谨慎，目前暂时把这个司机员调去做别项的工课。因为第2次阴性，按照我们的 SOP 啦哈，我们是认定他就是阴性反应的啦。那所以就结案了。对，民众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搭乘的火车。是否司机是符合安全的状态呢？我觉得他第1次跟第2次的时间的确长了一点哈，所以第2次的阴性有没有说服力哈？我想这一步应该来检讨说。目前台铁司机员体检又无定期的检查，敢若是1年1届，加上每1季的抽查。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台铁爱做检讨。另外，针对台铁伫过去发生普悠玛甲德鲁固自强号重大伤亡的事故，有南会拢有提出调查报告甲改善的建议。这项目拢会提报行政院进行列管，改善才会解除。不过目前解除列管的比率敢若1成尔。有78项改善建议，分散在运工机电。那运工机电里面已经有解除列管的，我们用这个数字来表达。所以目前解除列管率有10%。有人回讲，因是独立调查机关，除了事故调查，敢来当邀请相关的机关来讨论改善的进度。不过，伫甲台铁进行例行改善进度会议当中，台铁回应的改善计划，甲民众的期待有清差。记者综合报道。满18岁囡仔有红包啊！文化部即马是决定讲，针对满18岁的少年囡仔，政府会予伊12块的艺文礼金。若这个好康对明年3月份开始实施。
未来只要满18岁，就当摕到1000块的文礼金。文化部确定推行文化成人礼，引起外界关注。文化部长林迪10月16日伫立法院教育会专案报告表示，会伫明年3月执行。他如果他是那个在3月实施之前就已经有满18岁，还有2个月，那他可以领吗？他当年度18岁就可以领了。民国94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出世的112年就免满18岁，按算大约21万人。是到透过两厅院的 OpenText 平台，就当摕到1000块的文礼金，后期1年以来拢当使用。林迪强调，通使用点价一定会比艺放券的100金更较济，但条例规拢表示，2届艺放券的消费拢集中伫6都，佮超过5成的人是买车，恐惊会减省到发礼金的美意。城乡差距。还有就是通路分布太少。第二个，因为年轻人18岁，因为经济的因素，他去这个领这个1200块的礼金。可譬如说我要去城市消费，我还要搭车去，不方便。在这个 OpenText 里面的代售的这个表演团体的家数，对。但是现在未来要扩展到包括书店、包括电影院，书店也会有，电影院也会有。对，还有包括各地的独立书店哈。林迪强调，只要有店家有意愿，拢欢迎。电影院甲册店拢会加入到使用范围，尤其是独立册店。若敢要比较法国对无共领域的消费，拢设金额限制。伊是讲有咧讨论规规，以看电影做例，就限定一定要是国片才会当使用。记者全报道。这段大车屏来看2022世界男女健力锦标赛伫丹麦举行，咱台湾队即届加强15个选手参加，嘛已经摕到4个金牌，40岁的选手谢宗廷，毋但摕到金牌，佫打破世界纪录。调整喘气的频率确认状态。40岁谢宗廷参加2022世界健力锦标赛男子66公斤级的比赛，第一个项目是曲夹，前2届拢有成功，第3届挑战287.5公斤。曲夹287.5公斤有成功，谢宗廷嘛真欢喜。第2个项目是体萨，前2届拢有成功，第3届上场进前，现场的主播讲伊是真正的杀手。刷来伊要挑战217.5公斤，核心抓好在，脚只偏夹破完，大力甲杀起哩。体萨217.5公斤，是8个选手内底排第1个。来到第3个项目硬夹，谢宗廷通过290公斤的成绩。结果，这个40岁比赛资历有26年的国手，曲夹摕到铜牌，体萨摕到金牌，硬夹是银牌，综合800公斤摕到金牌。其中体萨甲综合是拢打破中青组的世界纪录。健力因为毋是亚洲奥运的项目，颁发综合的金牌时阵是奉送咱国的国歌。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黄颜珠伫体萨的项目，甲德国选手拢有成功挑战152.5公斤。不过黄颜珠的体重是比对方减0.97公斤。第10个选手内底是摕到金牌，3项综合是摕到铜牌。今年世运会虽然无得顶，不过即马总算是出一口气啊。We've got a little way to go before we. 男子74公斤级的比赛，咱国选手吴以恒伫硬夹的项目是以312.5公斤摕到金牌。世界健力锦标赛第2天，台湾选手各一天摕到4个金牌，头一天就有4个金牌、4个铜牌，刷来还佫有4天的比赛，还未上场的选手接续嘛会展现因长期练习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去台南后壁遮有真侪比仔，是当地真特别的一款地景。当地毋但举办行大的体验活动，佫有请导览员来解说，要招民众来了解在地历史和文化。民众专心听导览员的解说，也对后壁有进一步的了解。台南后壁区公所利用文化部甲台南文化局的补助，规划体验在地活动，邀请在地资深的导览员，带参加的民众去钢棍比、有小南海、芙蓉比等等的所在来行搭。特别找来了我们的一个文史工作者他杜老师，以及在地的导览的资深导览老师黄老师的引领之下带着可能是旅游的工作者啦，或是对于在地有深厚感情的一些导览人员然后来在地的去踩线，也去更加的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在地的埤塘的一个风情。后壁用过有真侪比，用来潜水、涉水，服务种来生拖。
不过因为开发互蹲起来，甚至阁发出臭味。经过社区的整理，才变做亲友会使行搭的所在。这届活动也结合在地有特色的料理，去参访纪念艺术家的美术馆。另外，阁安排做手工品的活动，民众有食阁有掠，阁学到在地文史。我感觉后壁足水的，因为我唔是乡下人，我是都市人，所以我来讲，我讲哦，足水足水足水安尼。参加这个活动啊，多愈引发咱后壁区的这个皮糖文化。后壁区公所表示，办这个活动是希望搁较侪人来后壁观光，也会规划无同的主题甲路线，互众人对后壁的印象搁较深。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心息，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20日要起过啊！各国的球队即马已经渐渐到位，若真侪球迷阁是提早到位，甚至阁有组加油队咧提早排练，要替因支持的队伍加油赞声。卡达世界卡球比赛特别到啊！当地时间20日开幕战，会由地主卡达对战厄瓜多，真侪球迷已经等袂赴要穿球衫。伫大海街仔路，甲因家己的球队加油。各个球队已经小练煞到位。顶一届摕到冠军的法国队，拜二伫大海翕宣传相片的时阵，算是因卫冕的决心。因头一场比赛对手澳洲队，嘛已经开始伫当地做训练。另外，打才到位的英格兰队，因到饭店的时阵，有侪球迷伫现场咧等，想要亲目睭看到球场的光彩。Yeah, there's a lot of English expats out here, and we're all out here supporting the team. We're going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final, so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all the fellow England fans. We're going to win the World Cup. 同款是讲阿拉伯语言的葡萄牙国家球迷，伊嘛输人毋输阵，团结起来，组织伫大海一个体育馆，来练用无共地方的语言，替葡萄牙地区来参加比赛队伍加油。طبعا احنا بروفاتنا اساسا صار لها فتره يعني ما يقارب الشهر وقبلها كان عندنا فتره استعداد جمعنا الاغاني او الاهازيج وايضا حولناها شلون قدرنا ندمجها شلون حلينا موضوع اللهجات عندنا مختلف اللهجات شلون نقدر نوافق بينهم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يكونون مع بعض في الملعب يقدمون شيء موحد 若是少年人伫小世界卡球，连聚会负责人嘛真拼死咧摇旗大声喊，成做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这场头一届伫咧阿拉伯国家举办的世界卡球比赛，还未正式开始，就已经感受到球迷热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为着要拍破性别合理化印象，法国即马有一个加油的啦啦队，是专门招查甫的来跳，跳起来同款落一滚滚。体彩球这边倒朋友，动作流利搁整齐。做男主角团的表演的时阵，观众是欢喜甲一直叫。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这场初轮比赛的加油队演出的时阵，互观众感觉有够精彩，因为因的表演真有活力，而且所有的成员拢是查甫的。这个加油队就是啦啦队，名是争夺者。2016伫里尔的初轮俱乐部成立，目前成员大约15个人，年岁是对30到40外岁拢有。争夺者的目标真明确，要拍破啦啦队干那查某的印象。Le message derrière les pom-pom boys, moi je trouve ça cool, c'est qu'on lutte contre la masculinité toxique. 争夺者是认为讲社会上是伤加女性的加油队员性别化，因穿细领搁短裙，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因故意要穿正暗的衫甲裙，装水水。练习的时阵嘛无限制，就是要证明不管查甫查某、少年的还是老的，拢会当跳啦啦队。Et on prouve que voilà, les hommes peuvent danser, on aurait dû s'en douter avant, mais c'est bien de le rappeler. Et on se retrouve face à des publics qui ont l'habitude de voir des pom-pom girls au mi-temps, et ils n'ont jamais posé la question qu'un collectif de pom-pom boys puisse exister. Ils bousculent les codes, et en même temps qu'ils nous font rire, ils nous proposent une petite réflexion. 这个加油队是成立10年外过去，大多数拢第一骨练啊，也是出兵比赛表演。最近几档想要挑战更较困难的，到查甫的橄榄球比赛演出，同款是得到真好的回应。因希望讲透过这真活泼、搁真热情的舞，让大家知影讲性别体质毋是固定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
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